为着要来防止着居家检疫，也即是隔离者拍拍走，嘛是为今仔日开始，坐外岛航线旅客必须摕身份证，由海巡人员使用警用的手机来查验。今仔日新规定就路的头一天，屏东东流线的旅客配合度真悬。海巡署讲，民众若袂记得查身份证，用健保卡，也即是有来印身份证明的琉球居民证，原来会通哦。 出示一下身份证哦。来东流线坐船进前，搁要先把行李扛咧，提出身份证。有针对那个自主健康管理，你是查得到的，可以查得到。海巡人员用手机一扫，就会使知影是毋是有居家检疫，或者是居家隔离的人无听话黑白走。这个实名制查验的动作，就对1月11日开始实施。针对离岛 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的人员进行身份的查核，然后避免这些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的人员登船在秘密空间进行疫情的散播。海巡署配合中央的规定，针对离岛航线旅客进行身份的查验，查身份证就会使赶紧通过。若是袂记得查，若是有健保卡或者是有身份证明的琉球居民证嘛会使。你计麻烦未？ 我感觉是麻烦啦，因为琉球人吼，你安尼来拢会较麻烦的啦，按较严格较好啦，较安全啦吼，较安全啦。应该的，本来就要检查证件啊，才不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新规定上路的头一天，屏东东流线旅客拢真配合。 提醒民众刷落来，若是要坐离岛的客船，出门进前爱记得查身份证。